后来这件女学生的命案是震惊社会。外界质疑，为什么敢若检讨基层尔呢？立委江启臣就来质询到内政部长徐国勇，讲这个行政院的治安汇报到底偌久无开咯？徐国勇嘛一时之间应袂出来。原来这个治安汇报已经超过1年无开咯，互批评是违法失职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把责任打落来，讲是伊决定歪开的。讲这个防疫的期间，唔免开的会议甲组织，会当免进行，就卖进行。国民党立委阁把占议场外，互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，议场无法度运作，就拿行政院治安汇报去年10月29开会了后，就无阁开过。治安汇报不开，这种大型的会议也是我决定的。防疫期间不必开的会议就不要进行。人民没有感受到治安好起来，我苏贞昌辞职下台。2006年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第一摆的治安汇报讲重话，过要14年，这摆苏贞昌除了担责任，嘛甲人拖落水。当时的警政署长就是侯友宜，可以问他，我们重视不重视治安？提高官的嘛压苏贞昌，同款伫2006年，苏贞昌是院长，副院长是蔡英文。前总统陈水扁讲，苏贞昌有2摆伫总统府建议，是毋是会使甲蔡英文换掉？原因是因为蔡英文真歹斗阵。蔡总统前几天在一个公开集会台特别讲说，他曾经是我的手下，觉得这个老板很凶，现在才知道我是对事严格，对人温暖。苏贞昌、蔡英文对行政院的关系，到党主席的选战当中，到蔡英文选着总统，两个人共台替苏卡费吹票，安尼的笑容，凡事早就证实，袂害往事早就已经是过去的代志。